敬拜。咱为着即个愿望，亲像灵魂的鼎，趴伫场里内，坚固无遗散。希伯来书第6章19节，我用华语搁读一遍。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进入漫着后面的至圣所。我们一起用诗歌，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因专修3赞，请听。Amen.
听咧，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你的病，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实现，你要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错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死，要救阮脱离你的爱，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算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门玛利亚出世，伫温柔彼拉多入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涌倒来，上天。当作是全能的上帝大能，伊要叫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容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咱做伙来恭读启示文第19篇。也是诗篇84篇，我来念，请大家来译。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两地所在，让我意啊！我乱无上主的定义，到要分去。我的心因我上帝欢喜唱歌。万军的统帅上主，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上帝啊！七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收。啊，有家己着后囝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因称赞你无错。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打扫山谷，拢变做水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这声，因为主上帝是头是顶板。伊互咱恩惠甲光荣。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咱大家按头来祈祷。掌管人类历史的上帝，阮学罗你。伫世界纷纷扰扰，无论是天灾，还是人为战争的威胁，阮倚靠你的人何等有福气！你是阮的石盘，伫经过一礼拜阮认真生活工作，伫主日会当正受阮的囝儿，会当围绕到你的面前，大家做伙礼拜，阮感谢你。阮即个时阵，阮反省，阮过去若有做无够额的，也是得罪你、得失人的过错，由你来赦免，互阮有换心正直的神，会当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敬拜甲服侍。
继续为着阮所徛起的台湾社会来祈祷，求阮求你祝福，互公义、和平、仁爱的精神哪扩展，保守阮会当健康平安过日子，嘛求阮的骨肉、阮的同胞会当更较侪人来归入主的名。为着教会来祈祷，为着今仔日中级的改选，阮学习无甲世间共款，选举的做法甲观念，阮听从圣神的引带，存敬畏、慎重的态度做选择，选出合理心意的同工团队来利益教会整体的圣工。为着圣诞节侪侪庆祝活动的筹备来祈祷，求你赏赐智慧、才情，因阮知这拢按对你所来的。为着阮教会信仰的长辈来祝福，求你互因身躯心神不时得到主的稳定来面对种种的挑战。嘛，互阮有机会会当来学习安怎照顾阮南门的长辈，阮好的管家的见证，会当吸引社区阮因社区的长辈，会当有机会来入来教会来认捌你。今仔日一礼拜对头到尾，求保惠师降临伫阮中间，你的阳光、你的欢喜，甲阮伫地。阮一切的逐项的敬拜，无论是诗歌，无论是讲道，还是改选，逐项拢诚做芳芳的坐，请到你的面前，互你的心欢喜。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日敬拜团要来学乐所唱的诗歌是《牵我的手》。入来我的行，牵我的手。
因的服侍，真水的诗歌甲祈祷。即时来听上帝的话，今仔日有两段的经节，第一位是伫以赛亚书37章第30节到32节，我来读，请大家来想来听。以西结啊，即个互你做条头，今仔日恁要食家己发的米，明年要食对迄个所出的，到第3年，恁着种作收割。栽种葡萄园来食伊的果子，由大家脱离患难所存的百姓，要游玩下面顶军顶面结果子，因为要有村的百姓对锡安耶路撒冷出来，要有逃走的人对锡安山来，万军的耶和华会热心要成即个事。第二位的经节是诗篇92篇12节到15节。义人要兴旺，亲像早树；要长大，亲像黎巴嫩的百香树。囝若栽伫耶和华的厝诶，要兴旺伫咱的上帝的院内。因年老的时，游玩结果子，因的汁满满，熟生脆。通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伊是我的石盘，伊拢无不义。即马请本堂张宣信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的深骨上结果子。即个我临时改题目啦吼，的定根深骨，敢若甲结果子无啥物关系，所以用的定根向上结果子，咱做伙来祈祷。创造主宰，也是阮伫天的爸，是恳求你牵阮的手，使阮的人生经过真侪崎岖坎坷的路站，需要你牵阮的手，需要你来做伴。亲像阮一出世，拢有爸母迄个无形的手伫后壁咧围垒保护阮。阮行路用要跋倒的时，学行路。爸母的手伫后壁，随时准备要接阮。我咧学骑脚踏车，也有人伫后壁甲阮看，甲阮保护。我伫人生的路线的中间，爸母也是安尼，随时提供因所会通提供互阮的帮助。天父，你是阮伫天的爸，你的囝儿咧行人生的路，逐人各无相同。总是迄双无形的手，一直拢无离开阮。求你继续来牵阮。头前的路，阮毋知拄着啥物事，总是阮知影你的手一直会帮助扶持阮，直到阮行到迄个永远的门的门前，我会通听见天父你讲：入来，我的囝。甲我享受永远的快乐，阮需要你牵阮的手。为着安尼，阮也需要伫地上来定根伫信仰，定根伫基督，也来结出果子，互上帝你欢喜。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门。拜是咱总统第一拜，担任总统了第一拜的国庆演说。我是毋知有偌侪人听，我想即个是一个机会，全世界拢会注意，因为即马地缘政治的关系，所以到底即马台湾执政的人要带国家到什么地步？是毋是会阁引起台海、南海即个所在的即个紧张？所以是一个趁国庆演说来表明伊对国家方向的带领。也是对国内施政的一个互世界知影，也互台湾2300万的百姓来知影，所以是一个互人知影，伊要带领的方向，伊要行的路。我就想着即个甲国庆演说，甲美国逐年总统有需要做一个对
国会议员的即个国情咨文，类似是安尼。美国总统大概国庆敢若唔捌听伊咧讲演说，总是伊需要一年一届去到国会参与众议院联合的会议的中间，来报告一年中间所发生的事，我国家优先要处理的事，国情的即个报告。所以我会去想到安尼是，即马现任的总统阁剩几个月都爱落台。伊伫今年的3月初7，伫遐来讲出伊对国家美国要安怎带领。当然伊迄个时阵也毋茫伊会通拼第2任，所以伊最后一届的国情咨文拢是针对选举。当然一方面批评伊的竞争Trump，一方面也讲到一直美国上大的问题，移民的问题、堕胎的问题，伊要安怎去处理世界这战争的问题。无发生世间的代志变化真紧，3月初7，伊最后一届，伊毋茫第2任也会通继续讲，总是4个月了后，伊就落台，换人做村。都话即马贺锦丽咧做代表民主党来竞选，大概过3、4礼拜，咱就知影迄个结果。我是咧想，我家己本身伫咱南门教会侍奉，阁剩4个月久。也今日主持咱教会最后一届中级即个改选。想到可能是即个，当然明年咱阁一个春季好会啦吼。即个秋季好会时阵，为着看这个代志，我想讲，咱4年来，咱有做过甚物款的代志？毋茫咱兄弟姊妹继续来伫信仰、伫性命、伫互相相听的中间，搁较扎根，搁较上结果子来用光主。所以今日题目就是信仰爱定根伫基督，毋茫咱活出来是互上帝欢喜的果子。我就想着讲，一开始2021年我倒转来了后。逐年咱拢有一个年度的标语，我相信大概拢无啥会记哩啦吼。毋过咱小可来反省这4年内底，每一年牧师的春季好会就报告讲，今年咱的主题是甚物？咱用甚物圣经节？咱做伙来努力。2021年是主标语是讲，基督是咱这个家庭，咱这属灵大家庭的主。圣经是用哥林多后书6章16节，保罗讲，咱是真活上帝的殿，不但是这个看会见这个建筑物，也是你甲我，咱拢是伫上帝殿这个家庭内底。因为上帝有讲，我要徛起伫因中间，上帝徛起伫南门教会中间，徛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性命的中间。我要行游伫因的中间，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所以2021年的时阵，咱开始搁一届来强调，耶稣基督拥有这个家庭，这个南门教会主管是耶稣基督。咱心灵的家是来咱大个所在，无一定伫中正区，你可能伫北投区，住伫树林，住伫倒位。总是这是咱心灵的家，一礼拜至少一届，咱三甲组织伫遮做伙敬拜，也亲像家人一样，互相来关心。第2年，咱用的题目是日日甲主同行，天天献身做活祭。迄个时阵，因为疫情也阁非常的紧张，所以咱逐个人见面的机会较少，咱需要用即个其他的即个直播的方式，所以咱需要虽然咱无逐礼拜见面，总是毋茫兄弟姊妹，咱用上帝爱咱做咱爱咱活出的款式来彼此勉励，做活祭来用光主。所以讲，无你甲即个世间相反，求上帝互咱心志日日换心来追求上帝旨意，来互伊欢喜。
所以2022年，咱是用日日甲主同行，天天献身做偌济做咱的表演。2023年的主题是徛伫在，咱要得到荣光，因为2023年是咱教会纪念设教70周年，所以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到15节，因为上帝对起头经历70年前，伊激动一群听主的人，伫即个所在开始建立教会，要互上帝救人的福音来伫即个所在来传播，要互恁得到救，实在伫神的正式甲信真理。所以保罗甲帖撒罗尼迦教会讲，伊永远传互恁的福音，呼召恁来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今日咱听见主的呼召，3个组织伫遮，将来就是要分享上帝的荣光。所以咱即时就徛在继续努力来迈进，咱学习来接受伊。这是2023年。若是今年咱的主题伫咱逐礼拜周报观顶拢看会到，就是5望第一进步到完全。70年过今年71年，做伙向前迄个完全来迈进。所以咱用的圣经在是希伯来书6章第1节到第3节。咱中间真侪已经真老的基督徒所以毋通永远伫迄个基督道理的初心。咱伫真理的观点，搁较定根，搁较了解，第一进步到完全。不但伫信仰，不管伫咱的生活，不管伫咱的成熟度对待人接物，毋茫愈来愈完全。上帝若准，阮就要安尼行。上帝若准，互咱门教会继续存在伫即个所在，咱第一进步到完全。这是咱4年内底的标语毋知咱即时来反省的时，咱做到偌济？到底咱这标语、这圣言节对我有影响也无？今仔日用定君5个定君5项结果来甲咱勉励。用的圣经节是即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想咱大家知影，66章的中间有一部分是较特别。66章的中间，忽然间伫即个30几章遐，36到39章，插一段历史的记载。这段历史的记载，你倒转去甲看，甲列王下卷18章、19章拢共款。这段历史是咧记载以赛亚甲当时的犹大的王希西家中间的关系。为36章开始，希西家王的时代，以赛亚先知希西家王拄着人要来甲攻击的危机，然后伊伫迄个所在做祈祷。后来38章是希西家王又破冰求上帝医治。希西家王后来也真有功去对敌展示，伊是偌尔好业，直到后来也无真好的结果。今日咱要较强调伫头前即部分，因为伊拄着什么危机，就是亚述帝国来攻击耶路撒冷。这个历史叫做西拿基立的战役，大概就是伫以赛亚36章第1节到第2节。希西家上位做王第14年，亚述王叫做西拿基立，伊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的城来处理。亚述王对拉结找伊的大将叫做拉别沙基，带大队的军兵去攻击耶路撒冷，去到兵临城下，到希西家王遐。这个历史上叫做西拿基立的战役。西拿基立是亚述王的名。迄个时阵，咱知影是朝主前6世纪、7世纪的时阵，北国以色列就是互亚述国已经甲灭亡了后，甲南国犹大，伊嘛是一个真弱小的国家。
当即个帝国亚述的大军压境到伫耶路撒冷，你若转去甲看真趣味，即、个伊的大将拉别沙基伫迄个所在心战喊话。对耶路撒冷讲，你若大行，我就饶你一命；若无，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百姓非常的惊吓。这个是当亚述帝国上强的时阵，伊管的是规个即个原营的所在。亚述甲甚至到伫今仔日巴比伦即个伊朗即个所在，因落来讲即个色就是耶路撒冷，规个大军落来到伫即个耶路撒冷城，伫迄个所在，希西家王伊毋知要安怎做，所以圣经讲希西家王听见即个伊迄个大将对伊威胁的话，伊拆离伊的衫，披麻戴孝入耶和华的殿，求上帝的怜悯。嘛，找伊的管家叫以利亚敬，甲书记色别纳祭司，所有的大臣所有政教界的领袖拢穿麻衫。咱今仔日拄着即个代志，恁爱安尼去找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传达希西家王的话，甲伊讲：今仔日咱的国家是患难揭发凌辱的日。咱敢若亲像一个囝要出世，总是无法度通生出来，惨难吼！你要生产的中间生袂出来，国家已经面无伫遮。伊讲检察耶和华你的上帝，听见迄个大将叫做拉别沙基的话，就是伊的主亚述王找伊讲的。伊讲遐话已经侮慢着永活上帝的话，所以恁甲先知以赛亚讲，检察耶和华你的上帝，若听见外邦的君王安尼咧侮辱耶路撒冷，咧侮辱阮所信的上帝，所以伊会出手来帮助咱。伊求以赛亚讲，请你为着遐村的百姓，今仔日咱其他犹大的城市拢已经去互占领，所以咱所出的就是耶路撒冷遮为着所村的百姓来出声祈祷。所以咱通看见伊伫迄个所在，即个王拄着危机的时阵，第一，伊伫上帝面前先反悔，穿麻衫，伊求大神也该安尼做。今仔咱为什么拄着这个代志？咱无能力去抵抗亚述，咱会通求的，敢若是上帝的帮助。所以伊伫迄个所在也拜托以赛亚先知，你为着国家、为着百姓来祈祷。所以上帝也借着以赛亚甲伊回答，伊讲亚述为迄条路来，也要对迄条路转去。伊无法度通攻破耶路撒冷城，袂话来到即个城。总是我先甲你讲，因退兵了后，恁已经即个犹大地区，互即个亚述的军队破坏这一切，恁爱开始伫遐来建造，将来要有真大的收获。恁会恢复到往日的荣耀，上帝的确会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的手。这是以赛亚37章38章，后来真正是安尼。这个战争后来变化是，以赛亚37章36到38节讲，耶和华的使者出去，然后伫亚述的军营内底，迄暗拍死185000人。有人咧讲是毋是俗语啦吼？流行病也是安那，忽然间185000的军兵受拍死，到天光早起来的时阵，耶路撒冷的人看见讲拢是新尸，亚述王西拿基立就离开倒去，伊无法度通攻破耶路撒冷。伊伫踮伫尼尼微城的时阵，伊的囝为着占伊的位，来甲即个西拿基立来甲伊拍甲伊抬死来占伊的位。亚述帝国也因为安尼真紧，就互巴比伦帝国来取代。这个就是这个战术的经过。伊讲我要互你一个调头，今年你要食家己发的面，明年你要食对遐所出的，到第3年
你们的生活就恢复原状。恁会通伫遐种植收割，恁会通种葡萄园来食恁家己亲手所种的果子。我互你一个预兆，一个 sign， 是讲我甲你，互你一个预言啊，你就是会安尼做。大概就是亚述的大军落来到犹大地，足侪农产，也是讲咱即摆看乌克兰战争嘛共款，加沙嘛共款，黎巴嫩也共款，战争破坏一切，无法度农业的活动各方面拢无法度通做。总是第一年，恁还阁有物件，恁会食迄个家己生长出来。第二年，犹原是爱靠上帝养饲，因为可能是拄着安息年，这是圣经的注解写的。所以耶路撒冷粮食的供应应该还阁有充足。总是到第三年，恁即马所种的，恁就会通得到收割。所以犹大家脱离患难所剩的百姓，你这时都要开始努力来建造，期待将来的丰收。我想咱即摆咧看加沙还咧战争，我咧看报纸讲，即场安尼一年外的战争，将来要重建国际社会，可能要付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重建的费用，大概400亿美金才都通重建者。你来开始伫迄个所在准备将来的重建。我想咱拢知影建筑物伫天灾，特别是地动，咱台湾真侪地动，拢是一个真大的考验。伫咱的人生内底嘛是安尼，伫咱的人生，咱无迄个规世人拢无事的，有时拄着一寡试炼，亲像天灾来试炼。到底我的性命、我的信仰、我的信心的基础有在也无在？这是咱需要来反省咱家己的耐震度有够。如果今日拄着一项我真无爱拄着的代志，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我家己本身，我用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危机？咱们教会也是咱个人信仰、生命的耐震度什么款？保罗捌甲哥林多教会讲，教会地基是耶稣基督，咱信仰的地基嘛是耶稣基督。这个地基爱真稳真在，然后咱开始伫这个地基信心的观点开始起做。你对信仰，你对上帝清清彩彩，你用迄个查草丢果，你咧起的人生的将来伫上帝面前爱受到考验，爱受到审判。逐人会讲要露现，是迄日要显明伊。上帝审判亲像火咧试验，亲像地动咧试验咱的地基是毋是有够在？我伫即个地基观点所起的厝，南门教会伫70年来所起的地基，南门教会帮助我的信仰所建立起来有够也用也无？要有火的试验来看逐人的讲是甚物款。所以咱要结果子，是一双高大的手，还是一个无声、蓬勃发展的手？有几个条件，咱需要来反省的。咱知影要种植爱选择好的地点。我伫美国有时会去种一寡水果树，做是咱无迄个常识，毋知影一定日照足重要。照会到日头的所在，果子足好；照无到日头的所在，你用较侪肥料各方面就无法度。你嘛都爱种着时间，这个时是咧种的时间，你无迄个正确的时刻去种植，这丛水果袂当甲你效力。伫咱人生的中间，选择我要住伫什么所在，我要伫什么所在来建立我的信仰真重要。所以咱咧看创世纪，亚伯拉罕甲罗德，互伊选讲你要去住伫什么所在？罗德选讲迄个索多玛遐较闹热，所以就愈活愈煞，往世界去。直到后来索多玛、蛾摩拉互上帝毁灭，伊也差一点也无法度通逃命。今仔日咱
对咱的子孙，对我家己，我要甲性命，甲我迄个永远活命愿望种伫什么所在？迄个所在真重要，是毋是通帮助我伫迄个所在，生命能够蓬勃的发展？所以今仔日你想，南门教会有资格，通吸引你讲，我甲我的子孙要徛起伫即间耶和华的厝、耶和华的殿，也无？时刻真重要。马大甲玛利亚咧侍奉耶稣，马大侍奉真重要。伊要为着产时，伊伫迄个所在要好款待耶稣。总是耶稣迄个时阵所需要的是，有人坐伫遐来听伊讲这真理。所以伫迄个时刻，毋是讲马大的侍奉无重要，伫迄个时刻，玛利亚更较得到耶稣的心意。正确的时刻做正确的动作，所以咱讲天时地利甲人和。今仔日咱要种咱性命会根伫什么所在？咱要种到什么款的程度？我望咱有迄种的学习。伊讲爱亲像树栽伫溪边。我想这诗篇第1篇，大家较熟。耶利米17章嘛安尼讲，一个将伊的性命该种伫溪水边，有丰富的供应的，炎热到天气真哩打扫的时阵，迄个叶又完青翠。虽然外口环境真歹，总是因为我定根伫溪水边，我的规矩照常安尼咧过。这也是咱伫诗篇92篇13节到14节所讲的。既然栽伫耶和华的厝，特别是对长辈讲的，咱年纪若大，咱一定会拄着身体若衰弱，一定会拄着若无方便，侪病痛缠身。总是如果咱将咱性命甲永远的活命栽伫耶和华的厝，就是到年老、到大寿的年，到拄着咱老病缠身。咱游园也要结果子，咱游园也充满了喜乐，也结满满色青翠。今仔咱来趁这机会，祝咱中间所有的长辈重阳节快乐，久久重阳。望咱就是所存伫世间，不管偌久的日子，我的根要栽伫耶和华的厝，伫上帝应允，伫上帝恩典，也恳求上帝赏赐我教育的能力，来面对迄个大寿的年。栽伫耶和华的厝。如果咱要知咱是甚物款的土，耶稣亚正的比喻嘛咧讲，栽伫好土才有好收成。如果咱将咱的囡仔，甲伊栽伫今仔日社会媒体所咧传达的价值观，将来伊的情形会甚物款？咱的教育体系会教出甚物款的公民？今仔咱看见足侪这咱本来寄予厚望的这官员，还是民意代表，后来拢贪污，还是讲拢跋倒去。因为规个社会鼓励名声地位的重要，直到这个整个社会价值观歪出去。咱要反省的就是。今仔咱的主流教育，今仔咱的成人教育，咱的教会栽培出甚物款的基督徒？我想大个教会拢无相像，灵粮堂栽培出来，可能甲南门教会真有差别。这个教会甲迄个教会，今仔咱所爱反省的就是，我这个所在所栽培出来是甚物款的基督徒？今仔咱往下扎根了吗？咱的礼拜有够也合上帝心意，有够也敬虔的礼拜也无？咱兄弟姊妹对上帝话语的较无甲互相的教导，是毋是有够也？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是毋是有密切到，亲像主内一家迄种的关系？咱的团结，咱甲上帝、甲人、甲土地关系是毋是有深化？
我们往下定根了吗？我们向上结果了吗？咱伫社会上，大家人各行各业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见证，有人互人感觉你有基督的香味啊无？咱对传福音的态度到底是甚物款？我个人对上帝旨意顺服的程度，我对南门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关心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教会伫社区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咱大家人对传福音爱传福音，咱对这种大使命上帝交代，咱有够额去承担啊无？去做啊无？是毋是咱会通继续努力？不管将来都什么款的牧师来带领咱的教会，上帝若愿意，我就要安尼行，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直以进步到完全。最后，我用诗篇122篇，耶和华的厝，咱徛去伫耶和华的厝，主来一家基督是我这个家的主。这段圣经，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的脚徛伫你的门内，耶路撒冷受起造，亲像联络整齐的城。今仔日咱逐个人各行各业，无共款的运数，咱伫即个厝内底下受起造，像整齐的城。照以色列定着的咧，要学到耶和华的名，因为伫遐设立审判宝座，一段较长，有机会请咱家己来看。着替耶路撒冷求平安，兄弟姊妹，请你也为着南门教会来祈祷，求上帝赏赐南门教会平安。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厝的缘故，因为你是咱主内一家的兄弟姊妹，所以我要替你求福气。咱就用诗篇122篇第10到第40做咱今仔日互相的勉励。咱做来读，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的脚徛伫你的门内。耶路撒冷受起造，像联络整齐的城。这个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照以色列定着的咧，上去遐要学到耶和华的名。诗篇122篇，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毋茫人甲你招讲，咱来南门教会做礼拜，我就欢喜。我要伫耶和华的厝来祝福你，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我伫世间会通定根伫基督，也伫即个基督根基的观点来互真理明白更较深，互我有一个属灵的家教会来培养我，互我亲像栽伫耶和华的厝，亲像栽伫溪水边的树，结果子，互上帝你欢喜。恳求你帮助我，基督是即个家庭的主。基督内底每一个兄弟姊妹是阮属灵家庭的家人，互阮更较亲密，做伙勉励，逐人快力哪行快力哪加天，直到适安条件你的面。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咱用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全首3节，请会众起立。
侪，即时请洪毅执事甲黄瑞执事来。会将请起立奉献的诗。请坐我来报告。今日真欢迎大家来敬拜。阮等下大家拢知有好会，所以我简单报告。这先报告就是讲，咱下面若搁15分吼，到45分的时，你厝呢有囡仔吼，可能无法度摇遐久，会使先落去楼骹有准备点心吼，简单。毋过希望你搁留倒来投票吼，囡仔有人照顾，所以请大家安心。因为咱下面解选嘛是算。搁咧礼拜一直要到牧师祝祷才算礼拜结束吼，请大家当然若方便，若有想要去洗手间，也是啉一个水小歇请尽量留到上尾吼，大家来关心教会的事工。第二项拄好教会有淡薄的心意吼，要准备吼咱教会满70岁的长辈祝因重阳节快乐！他牧师有讲过，歹势，因为咱是用，毋是台湾会啦吼，所以若差一天上帝祝福你，互你明年地当领。咱请70岁以下的咱起立咱用长辈继续坐咧就好。会长请起立，70岁以下的70岁以下罚站。圣经讲，看到年岁大的人，咱就爱徛起来咱大家拍谱70岁以下请站立，咱伫老人的面前要站立。好，大家请坐。也袂了吧？也袂即摆咧分吧？你我紧啦，大家请坐。好，请坐哈。长辈会使举手，若无得。如果是嘞，你是70岁哈。请你举手者，没有拿到我们的礼券的，请举手。拜托，执事赶紧，拜托，请你无客气哈，我们就是一点心意啦。重阳节，赶快我们就举手，请你举手一下，示意人家知影。
几个中级较侪人来帮忙，好不好？楼上3楼有人吗？3楼要未收到，拜托。还是青年嘛，无要紧吼，不一定要中级，有人来帮忙，有人来帮忙，请举手。还没有拿到的，请举手。我们很快把这个事情先弄完。还没有拿到，请举手，示意一下。为着要节省咱的时间，我继续报告哈。后礼拜日是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咱请陈显仁牧师来讲道。另外有几个时间点，请大家会当注意。10月27新任的中级甲各团体会长干部的就任，请大家一定要留这个时间。另外，请新任下任的中级嘛会当参加当日中昼下晡的中级会有一个交接。另外，咱为着屏幕阮监选因为中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本来是讲11月10号，即马改做11月17来举行，请大家一定，因为即个监选需要陪参会者的2/3以上，所以请大家来注意。另外，团契的消息我简单报告。主要是后礼拜日是10月份的例会，嘛需要改选会长，请大家注意。另外，因为风台无拄好，本来中会商业部的中央节感恩礼拜延期，即马延到10月25拜5早起9点半伫艋舺教会。另外教界消息，请家己来看。毋知影还有长辈还未摕到无？请免客气，请举手，请服侍同工。OK 咱要节省时间，拜托咱迄个帮忙的人甲迄个。另外帮忙，因为一寡咱随着要开始咱的秋季好会中级的改选。拜托迄个陈哥，还是几个年轻人，拜托咱甲迄个来拿上来吼，迄个我们要计票吼，我们现在要计票。看板。OK 兄弟姊妹，请咱注意听者吼。第一项就是咱头先伫楼骹点名吼。我们现在的咱即摆的这个在籍会员267个，照咱的迄个照法规就是合会爱过半数出席吼。咱头先伫楼骹点名扣掉迄个不可抗力吼，年纪大还是破病，今日袂当来18个，所以咱应该252个出席，过半是127个。那今仔日头先点名是178个来出席，所以咱已经盛会吼，咱先拍拍来。OK 下面我要带祈祷，请咱安静。我要请长老候选人往楼下来集中。我看来要小介绍一下吼，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阮秋季好会即时要召开，感谢你，互兄弟姊妹关心阮属灵的家的需要。阮逐个人今日出席，伫圣神的感动下面，要呼召出上帝你要使用的长老甲执事。恳求上帝你家己本身伫即个会中做主，也阮今仔日真平和、真顺利来呼召、来选出未来4年要来带领阮的长老甲执事。愿上帝你伫阮的会中来设立宝座来做王。阮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等一下我们需要分成3组来开票，会快一点。这时我要请咱长老的候选人，我很简单，你可能面常常看到，总是你唔捌伊吼。所以这时请咱今年长老的候选人9个人，请你先来头前一下吼。9位，请我们站到前面照我们的姓氏来排吼。为这边开始，为我右手边白佑谦、李梅欣、胡宗阳、陈怡如、陈宗凯，更乾隆先留了吼。
照我的右手边，从右手边白佑谦啊、李梅欣、胡宗阳、陈怡如、陈宗凯、陈秀玲啊、梁家宏、刘兆宏、赖明安。等一下，你拿到的选票哈，你拿到的选票就是照这个次序哈啊，照姓氏笔画哈啊。等一下，长老有9位，但是1、2、3、4、5、6、7有2位没有，今天没有到，是赵宏兄今日无伫咧吼，刘兆宏兄无伫咧，啊，抑个陈宗凯吼，啊，我大概真简单介绍啊，白佑谦、李梅欣啊，这咱拢是教林的一个长老，一个执事吼，啊，他们都在公家机关上班。董恩霞是我们现在的书记，啊，怡如是我们青年团契的啊这个啊辅导吼，青年团契现在执事吼，陈宗凯是大家较无熟啦，伊最近才转职入来。陈宗凯正宗长老的囝，啊，伊本来拢伫家己咧做长老，啊，总是伊捌做过长老，所以他现在已经转到伊捌做执事2届吼。我小解说吼，长老教会体制是，你要做长老，你要做2任的执事，你捌做过2任的执事，你才有资格。所以我们就是做过2任执事，伊就资格来做长老吼。所以咱就是安尼，今仔日有9位搁落去陈宗凯今日无来，即摆还搁伫家己吼陈秀玲吼咱大家捌伊吼，对圣歌队在服侍吼梁家宏现在是我们少气的辅导吼刘兆宏其实已经退休了哈，也做过我们2次的执事赖明安是我们今年到任的哈，所以我们现在请一些长子我们来发票好不好？现在如果你的已经受洗，你会员籍在这里，我们请发给每一个人楼上就那个不需要点186，我们点186不需要点。我们现在回收的多少？我们不会没有那么多人，我们今天178个人出席，所以等一下回收我们再点哈，再点你会员籍底下我们会。第一次选举哈，9位候选人里面，你最多可以勾4位哈，勾4位你若小无熟悉，会使小问一下哈，勾4位，请你勾了后，你就等一下我们会回收，技术会回收哈，就大概我想15、16，完了160，这些6张我们前面都有笔哈，你若高5个就变成汇票哈，你最多是4位我们第一次选举哈如果有过半数那一个人就先当选哈，我们印了186，我们做186，然后楼顶。3楼的同工吼，会当提请4楼主任的老师，是6楼一般少年团契的辅导，嘛使落来投票。请举手者，如果因为技术有时不知道你的籍在不在这里，你就要他出来来这点名，你已经写咧，你已经伫会员节伫南门教会，请你举手者吼。效果不好，因为我们要选的还蛮多的哈，所以我们速度要快一点哈。这是丢了第1届选票，黄色的，你已经还没有拿到，请举手者，还没有拿到选票，左边的那一边楼上都还没有，拜托有人可以老店一下哈，老店可能需要多一点人。到楼上发选票，到楼上比较多人没拿到，我们等一下稍微分配一下工作。楼上可能需要多一点人哈，楼上可能要多一点。对，不要。
加加吼会当对，到第4名啦，你超过就变废票哦，吼。OK， 啊，你也通勾3个，你可以勾2个，啊，最多勾4个，你不能勾超过4个。还没有的请举手。另外吼，这有个人有要考医考啊，要拍交拢，反正袂顶打，大家会当分得清楚就好，哈。好，你用打圆圈、打勾，你用打叉，我们知道你的意思，我们就从宽认定哈。有一些在美国他习惯用打叉的哈，就这个都没有问题哈。所以你不要打到那个线的中间，我们就不晓得你是这一个还是这一个。你在底下的格子上面哈。好啊，有没有人还没有拿到选票？最后问一次，我们要收票了。还有人没拿到吗？还有人没拿到？好，3楼都拿到了。那拜托咱那些人收票了，好不好？往去收票。拜托咱大家吼，你的票卖凹3、4凹了哈，这个都浪费时间了，哦。你可以不要折啦，你可以不要折。3楼还有人没拿到。不要拿这里的。3楼这个8张，对，这可以。啊 ，OK 啊，除了长子以外，对。还有人没票吗？还有人没票？还有谁？怎么会那么少？这个是收回还是这个已经在收回了吗？还没有。现在在收回了。先买价，还有人没拿到票？楼上还有几个？你们这几个人都还没拿到？怎么会这么多？长子没有拿到。我自己都还没拿到啊，对啊。所以对不起哦，有一点混乱了。现在拜托咱几个年轻人哈，2个人一组来帮忙计票，好不好？现在好，拜托较少年的动作较紧的。我们需要6个年轻人在这里啊，你们2个人一组，啊一个唱票一个计票，哦，等一下哈，这个你哦，好，我们现在有人还没有拿到票吗？还有人没拿到票，中级退掉位，我还没有拿到了。这是回收的。啊？我这里有，我有这个。大家分票了有剩的，请摕回来，吼，咱爱算。好，现在收，我们现在收票，然后现在先点票，我们收了几张？现在先收票，在这里先等，先把它弄好，在这里算，在这里算。几张啊？他出来那个蔡丁乐有讲吼，如果你肚子比较饿，我们11点45，你可以先到楼下哈吃吃个拿个便当吃哈，开1楼然后有人糖尿病啊什么，就开始点票看收了多少，开始把它10个一直这样速度快一点，来在这里也可以，在地上也可以，那一边也可以。做清冰哦。我们现在在计算发出多少选票哈。如果过半数就第一次就算，然后如果需要第2次、第3次，刚刚提醒一下，有一点乱了哈。我们第2次拜托2楼、3楼我们在发票的时候会通搁较顺序。你写完以后先放在手上。
我们所有都花完以后，我们开始收票，开始收票的时候，才拜托你交互迄收票的人吼。啊，你可能较袂来，你们也可以在那里算。啊，我高点。啊，你给我2张。我在想了哈，他讲如果可能的话哈，我们不要折啦，你选谁没有关系啦，我们不要折，即摆干来折啊，你迄就是一段时间啦吼，就直接搞到等下你可能较紧啦吼。这边有7张的，这边有啊，有2张。那我们现在3组计票，我们现在那个秀莲跟安柔，你们就要负责这里。这样是折的，91啊。嘉欣你要跟谁在？你要还有哪里不够4张的？这边。嘉欣，某力跟小文老师在第1组，好不好？可以吗？哦，拜一下。好，等一下再找一个监票。这样多少？一个唱片机票，然后我再找一个监票。那个李哲，你跟易翰哈，你们在第三组。你跟易翰一组。7张。也没有关系的，179这样没错。179。那个。这样没错。对，收179。他打发票179张，感谢大位的配合，收回179张，即马继续咧计票吼。好 ，OK， 我们现在现在就请他们开始唱票第1组巡点。来00，你来，你当第1组的监票，你来跳，好不好？监票他们唱。第2组慧宇，你当监票。第3组，好，你们就开始了。好，我们花179张那回收也179，我们现在就开始请他们唱票计票，加快一点即摆咧计票的时候，有讲，那厝内有囡仔巴肚枵，会使先去地下室，到会有准备。毋过车已经爱转来。对，有人听过。这也是。没事，这样没关系。是的因咧计票中间，我来讲一个对咱教会来讲真重要的代志刚刚大家可能没有很认真在听我们11月17号要监选第6任的主任牧师那一天是中会来主持中会来主持牧师的监选要会员的2/3出席，2/3同意，他才能够来教会来服务咱大家。所以拜托咱各团体，也是你个人，尽量把11月17礼拜日迄天甲留出来。那我们会渐渐的请小慧来介绍将要来来咱教会迄个牧师，他的详细资料会让大家
来知道哈你可以上网去搜寻去看这个将来第6任要来当我们牧师的人11月17号，我们要2/3出席2/3通过聘模加礼堂完成哈，所以11月17号，拜托各团给我们也是联合礼拜哈，第一场暂停我们要请大家来参加这一次的特会哈特会。我唔知你有迄个感觉，我每个会这些名字你认识多少人？我无回信你感觉我们台北都会区最大的问题，告回的是大家的熟悉度不太够了。名我知影，总是人我知影，我唔知伊叫什么名。我们现在都什么意思？都因为他选4个，拿名牌也很困难了哈所以。我都拜托中警你一定要佩戴名牌你要尽量去认识人去认识，因为在选举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就知这唔知叫啥名，我唔知影。希望我们学这个教训大家尽量来认识。也许常常坐在你旁边一起做礼拜，你都没有跟他讲过话他你的计票中间小可沟通一下什么名，大家小熟悉一下。那以后大家会更亲密会更亲密。你来第6教会法规啦就是有一点歧视老人的味道了70岁以上就拢无迄个资格我嘛是受害者所以丢了70岁，他选的时候就任的时候还没有满，他是可以选的。所以有人在问胡宗洋不是我特别到70岁，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满，就跟我到明年2月满了一样他现在还可以选，但是如果已经就进攻丢了伊都无资格虽然咱真望伊继续做，总是已经超过70岁就没有办法做了所以这个是咱的法规的规定在你选举就任的时候，你还没有满70岁，所以很有可能一个长老最多他服侍到73岁了。我69岁红算到我上任4年来迄落现在越来越困难，就是长老要做2任的执事，所以变做讲你爱伫中执会8年所以长老的那个候选人就会被挤压了会被挤压。这个法规这样规定我们就照法规的规定来办来办这算计。我们花了179，那过半数是90票了180，过半数是9090票就算当选看哪一边比较快？看哪一边比较快？
所以这是拢，其实啊，可能还要给一寡茶啊，有一些就是，这也是好。等下去拿一个，不要我们一些多一些纸袋，对，因为这个要存封2个月。有没有可以写在一张空白的来写好了，然后一张空白的票来写一下，先记录。空白的啊。我们第一次计票大概出来了哈，如果是过半的话，就当选了，是90票哈，90票就当选了哈。好，我现在来看我们第一次选举的结果，我来讲。这条边姐那个，那好，我数加一点。好白佑谦是137，李梅新114，胡宗阳108，陈怡如43，陈宗凯7，陈秀玲23，梁家宏68，刘兆宏14。赖明安143，所以我们大概就是4个都选出来了哈。白佑谦，拜托我们被选上的来站在前面，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一次就解决了，戏也丢了弄出来哈。来，请大家来这里一下。梅心在吗？梅心。好，那我们长老的就可能。来，拜托梅心佑谦噶。伫这个在柜顶吼，请接数的候选人嘛出来。好，这我们下一任的长老哈，10月27号要就任哈，10月27号。好，我们现在请这个10位的直系候选人到前面来一下哈。我简单来介绍，互人甲名拢倒起来，请10位接数位我们也照这个笔画哈我们剩下9位了哈，因为李梅新他已经被选上了，所以他就要拿掉哈，所以9位里面我们要选5位，9位里面选5位，我们从李义新在吗？请李义新我们的老师李义新
林祥宇林兆波、徐玉兰、梁家宏、陈旭照、陈其正、陈怡如、张国寿。好。OK 你现在认识一下哈我们的选票照这个次序哈，今天没有在这里李梅欣已经算了，所以李梅欣就拿掉了哈。那李义兴举个手是我们的这个亚音合唱团的一个林祥宇他是在我们的红埔州哈林兆翁他在我们读书会，徐玉兰他是我们现在的妇女团区的会长，还有东区的这个北中妇女东区的区长嘉宏是我们的少气的辅导，也是我们现在的执事陈旭照他是在马街服务的陈其正他是一个作家是一个亲子讲座他在主路学帮忙服务。怡如是我们亲戚的辅导，也是我们现在的执事张国颂我们都认识他在马街的急诊服务所以我们大概9位里面你可以勾5位，顶多勾5位好，我们请执事候选人回座那我们现在开始发选票那9位里面李梅欣你不要再勾了选5位最多是5位5位以下也可以好，那个请楼上如果有长职，佮提醒伫4楼还是伫别位要入来投票。在3楼、在1楼的会员，请会给你摕到选票你要拿到选票你写完以后先拿着我们现在先不收我们所有都发完以后，每个人都拿到选票，都完成，我们才一并来收票9位里面选5位勾5位。佮提醒一届第1位李梅欣一定无迄个一定选做长老，请莫浪费这票。还有谁缺？楼上3楼要多一点人。好，2楼有没有人还没拿到？请举手。来，3楼还有整排都还没有，3楼我们要多一点人去花了。这边呢？这边拿到没？这是村的3楼这边都拿到了。好，3楼还没拿到，请举手来，2楼有没有人没拿到？2楼都拿到了，我拿到。好，我们2楼开始收票，3楼等一下，3楼还缺3楼，我们等一下3楼多一点，他们还缺4张。如果可以不要把票折起来最好了他和我们一个底下整理，可以不用折票好，我们2楼收票，3楼还有人没拿到吗？好，3楼都有了那3楼我们请同工开始收票了，好不好？3楼开始收票了。来，大家都拿到了我们收票了，执事第一届选票第执事蓝色的。我们3楼多一点人，好不好？3楼可以多一点人吗？好，你们拿到票。好，
今嘛有。刚刚结束第一遍的选票，我们发出去172张了哈，有一些人可能离开了哈，172张，我们现在收票看几张。要让第一次接收的票要未收回的有没有？蓝色的第一次直次的选票还没有收回的有没有？都收了哈。1楼的、4楼的有没有人？好，收多少？收票多少？收票多少？收票多少？收177啊。好，我们直视第一次发票178，回收177张哈，177张过半数是多少？88。发票的半数啊，对啊，没有，我们花178而已啊，我们现在只有花178啊，90票。好，咱发178张出去啊，收177张啦吼，要过半数哈，就是90票，我算数较慢，伊甲我讲89不算，89乘以2，178，177，89就过半了啊！我们收177啊，89吧。那就90票了，哎，到时候就超了。
今天的话，刚刚早讲的话说200多个，那已经有对啊，是啊，应该已经有超过了啊，对，大家都还蛮团结的。167，对，是啊，对。如果你要需要先去吃饭吼，可以先去简单的吃个吼，在地下室吼，可以简单的吃个一轮如果不是会员需要先离开的，请你往那无客气吼，我们到楼下去我们准备了150份的便当吼，伫迄个所在，请大家去先去吃饭一下。大家免伤烦恼吼，迄款会前进攻场了，服务组有真好的准备。伊讲到上尾一定会准备恁所要用的中餐，所以免烦恼，免讲到时就无啦，一定拢有准备吼，请大家安心。我做一个广告时间哈，我们有一些有时候比较没有看到过的人哈，趁这机会小来介绍一下我要来介绍邱群一啦，邱群一哈是我们有1年没有看到他他是邱耀金医师的儿子哈，过去1年哈。伊拢伫迄个运输邮轮的船上拢每一次要到凯达运油回来他是大户嘛现在是2户了，在船上1年的时间，有1年在船上在过海上生活，现在刚好结束了群一我们很高兴群一有回来呀，我来介绍我那足久唔捌看迄个吴孟峰医师他是那个陈律师的的好朋友现在还在3总服务吗？在桃园的3总吗？在军医院他军医院吴孟峰吴医师我们欢迎他来参与礼拜。还有我特别需要介绍的人无？看看，
啊，还有一个就是讲，今天哦，你若无会员籍伫遮的人也是讲你曾经迄个幼洗过也是讲伫别个教会洗礼在长老会的那个法规里面，你在灵粮堂受洗，然后要转到长老会，你要必须做一个信仰的告白，我们叫更信礼。所以咱今年最后一届圣礼典，在12月29号，就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要举行圣礼典受洗，不管是幼儿洗礼、坚信礼还是成人洗礼，12月29号我们希望说要受洗的人能够稍微有机会跟牧师谈一下关于信仰的事，所以你较早报名，我们找个时间来确定你的信仰29号你会通接受更信礼、幼儿洗礼有人不太清楚，如果我的儿子要接受幼儿洗礼的话，就是父母之一一定要是已经受洗过的。如果父母都没有受洗过，你儿子要来参加幼洗我们就不能接受，因为父母都要未信，你要叫囡仔还不懂，所以幼儿洗礼它的意义其实是父母的使用的爸爸妈妈带幼儿来伫上帝面前应许说我要以神的真理来培育我的儿女，所以父母之一一定要有一位是受洗的小朋友才能够接受幼儿洗礼。那今天我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他的父母都在别的教会受洗过他的小孩想要在我们教会洗礼的话我刚刚讲就他需要先做一个信仰告白，父母要先伫教会接受更信礼然后他的儿女才能够接受幼洗所以大概是这样子12月29到咱要今年最后一届圣礼典我们今天第一次发票要过半数是90张90票，如果90票就当选了我们再进行第二次请让开一下好，那我们技术第一次过半数要90我现在宣布一下选票李义兴112票过了林祥宇86，差一点点林兆峰43，徐玉来103。梁家宏136也过了陈旭照22，陈其正78，陈怡如133，张国颂49，
那我们5位选出了4位，那我们要进行第2次，我们还需要选1位哈，选1位，所以现在花第2次的选票，那刚刚我们现在要选1位，所以你这一次只能勾一个哈，勾一个，就刚刚的李义轩不能选了哈，梁家宏、陈怡如、徐玉兰这几位你不能选，那其他的我们再请大家表达你的意见最后第2次的选票我们把花票只能选1位我们现在缺1位，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勾1位刚刚已经当选的，我们知道一下，刚刚已经当选，你就不要再勾了变废票OK， 你先去看，先去看，然后好，我们花那个楼上那个逸轩，你那个好像楼下的电视荧幕没有，楼下旁边的电视荧幕没有。好，那我们现在接受第2届的选票请你对林祥宇、林兆峰、陈旭照、陈其正、张国颂里面选1位。林祥宇、林兆峰、陈旭照、陈其正、张国颂里面，请勾1位请勾1位。好，我们开始发票这一次是 green 的绿色的如果你还没拿到，拜托举一下手举一下手我们很快，算是很快大概这一次就可以结束了大概是希望能够过半好，还有人没拿到吗？3楼有人没拿到吗？3楼大家都拿到了吗？2楼没拿到，请举手。前面，我们这里也还没有，我们这里还没拿到1位只有勾1位好，我们只勾1位，现在给加1位呢谢谢，只勾1位，我的。好，大家都写好了那我们开始收票好不好？我们开始收票，楼上的，请你谢谢帮忙好，我们开始收票请你交给我们执事。大家都有拿到票，都投了都已经收了好，谢谢。他们在计票中间刚刚当选的执事，请你来管电
好，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刚刚当选的梅心还在吗？不是梅心啊，奕欣啊，奕欣、梅心都来，奕欣玉兰、梁家宏，还有怡如在吗？在的请来这里哈。下去了哈，来，奕欣请来前面啊，让大家认识哈。来，奕欣请来前面，好不好？玉兰，照这个来。好，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选出来的将来我们的5位执事其中的4位哈李奕欣老师，我们欢迎他。徐玉兰他是技术哈，那里技术梁家宏来，还有怡如我们特别为他们来祷告，上帝用咱的选票和调伊来服务咱大家。那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也成为他的帮助。谢谢你，那请回座了哈，谢谢。多少？我们花多少？他150，收也150。我们第二次的执事哈，我们现在发票150张，收票150张，过半数是76张哈。那我们现在请你们开始来计票哈。他们还在计票哈。我想先这样讲哈，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必须要进行第3次的话，都没有人过半数的话，都没有人过76票的话，我们要进行第3次。那我们第3次为了要顺利的产生我们的执事，大家同不同意？第3摆我们就取这一次最高票的2位当做我们的第3次的候选人，就取最高票2位当做第3次，那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完成。大家同意吗？会完请标示一下后，举手姐，我看一下。好，万一大家都没有人过76的话，我第3次我们就选最高票2位来当我们的候选人。好，谢谢。
我们要进行第3次哈，我们需要进行第三次，直视第2次的选举哈，林祥宇67票，林兆峰11票，陈其正56票，张国颂9票，所以还没有过76票。我们现在进行第3次，我们刚刚同意就从林祥宇跟陈其正2选1哈，2选1我们就选一个哈，只有林祥宇跟陈其正当做我们第3次的选举哈，我们进行第3次，应该2选1哈，就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不能，你要投完票才走。我们现在如果没有达到127票的晨会人数，我们就流会了哈。所以我们现在的票一定要超过128以上，不然给那里这就现在就，所以先不要走哈。如果你觉得你至少投完票以后哈，这一次投完票以后哈，然后到地下室吃个饭哈。谢谢大家的耐心了哈，我们现在就林祥宇跟陈其正，请你选一位。好喂大家现在大概都投了吗？第三次发票完，大家都拿到了，有没有人第3届没？楼上很多人没拿到票，楼上拜托几个人到楼上去哈，楼上需要人，那个博刚到楼上，2楼没有拿到票的，我们这里还没有，2楼还没拿到票的，来左边那一边都还没拿到票，左边那一边都还没拿到票。2楼没有拿到票，请举手。2楼还没拿到票，请举手。吃饭的人要，可以啊。如果是他会员的话，我们也给他，就赶快。请他还是要请他上来，在地下室的麻烦，请他们上来投票，然后当然还可以再下去。好，2楼、3楼有没有人还没拿到？2选1。好，都拿到，2楼、3楼都拿到。那我们现在开始收票了哈。我们开始，还有人吗？地下室的人没关系，等一下他们请他们上来投。对，投票要上来，不能带传这样子，对。楼下有多少人？吃饭的有多少人？也拜托姐，好，快一点跟他们讲一下。好，现在请都拿到空白票的，请拿回来。要空白票的，没有花完的，楼上在收票了，没有关系，有吗？地下室有人上来吗？吃饭的有人上来吗？匡瑞有没有？有没有人要上来？空白票先收回来。地下室有人上来吗？博刚，地下室有人上来吗？好，那我们收票了哈，我们收票了。7、8、9、10，这3张，然后帮我订起来。还缺1张，楼上还缺1张，拜托拿一个空白票上去。无说了，你看地下先，敢有人要起来算？好，
我们这次大概都投完了，这一次应该会出来哈。啊，给我趁这个机会哈，也介绍我们这一次的一些候选人哈。啊，大概比如说啊，好，我们已经投完票了哈。我们现在林祥宇，请我们来介绍林祥宇到前面来一下。啊，张国寿、林兆峰，啊，还有齐正，我们来也让大家认识你。下一次我们就知道啊，这些都很优秀的人才。那迄个好，把那等较熟悉啊，续照，陈续照，陈医师啊。40多少？43，286减43多少？186。186，43减一下。啊，谢谢。啊，还有麦克风哈。啊，小儿遗传哇，这个很重要。恁孙啊啦是迄个哈有问题哈，小儿遗传方面的专家哈。啊，太长马街的小儿科在服务哈，林祥宇哈，我就先介绍他。然后啊，陈旭照哦，他是神经外科的哈，他也是马街神经外科的医生啊，他啊，我保叔牛也曾经请他帮忙哈，看是就优秀的。张国寿我们都认识哈，每一次咱会有老人急进来吼，都叫牧师靠张国寿医师啊，快点马街急诊处来个到帮忙一下哈，看迄个啊，林兆峰他是心脏内科的哈，我们这个医师团的了哈。心脏内科是我的家庭医师哈，都可以叫狗哈。啊，陈其正他是亲子哈啊这个教育方面的专家啊，他也是一个作者哈啊，他在 Denver 在 Colorado Denver 留学的时候，我去 Denver 找过伊啦。那好几年前，那时候他小孩子刚出生，20几年前哈，陈其正啊，他现在都在我们主路学帮忙哈啊，亲子教育方面的专家，我们谢谢他们的辛苦哈啊，我们多认识哈，以后看到都会叫嘛，哈，大家看到的都会叫嘛哈，至少咱爱互相熟悉，咱才知影什么人会通帮助咱教会个爱的哈，谢谢你们的辛苦哈，谢谢。我还好，还大127岁啊。好，请回座，请回座。啊，刚刚跟我讲是我们现在花了144张，那我们收到133张，都还在我们的这个单合法的这个范围里面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计票了哈，所以过半数是133除以260几。没有发票数的过半，那个是谁？啊？现在我们说里面不要把我们来了。啊，好，我某孙女咧讲，让我介绍一下于涵呐，于涵，于涵，来，请他前面来，让大家看得到，楼上看不到你。73票过半数呀，73票哈。来啊，于涵到前面了，大家看不到，前面看不到你了。啊，黎正雅长老的女儿哈，叫做于涵，她是在做音乐工作啊。她目前在新加坡哈，在新加坡底下做工，今仔回来咱中间哈。于涵啊，她自己创作歌曲，哦，可以到网络上找哈，她的黎正雅的女儿哈。于涵，谢谢。要73。哇，相当竞争呢哈，我们相当竞争呢。真歹势哦，照咱的法规哦，我们选举只能3次投票，如果3次没有出来的话，我们就不能再继续了哈。那小会再去讨论要不要再另外调一次来补选哈，这个让小会的权责哈。好啊，如果你要
我们马上结束了哈，很快很快，啊，他说巡点长老感恩提醒哦，其实咱的和会还是在礼拜中了哈，我们还是在礼拜中啊，礼拜这个结束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个结束啊祝祷，我们才一起，大概很快的哈，应该很快的。啊，我们恭喜林香瑜当选哈。好，啊，请那个巡点，我们继续礼拜。啊，多谢大家，我们刚刚算林香瑜，我刚刚介绍了哈，那我们多认识我们的执事哈。啊，他就加入我们的谢谢大家的耐心。那我希望你如果觉得很多人你还不熟，那就是说我们过来过他大家过他请过来礼拜哈。好啊，拜托那个巡点啊，我们继续我们的礼拜哈。大家辛苦啊，嘛感谢上帝。咱即马唱闭会的诗，圣诗257首，求主奉献教会4节全首。圣诗257首，求主奉献教会，请会将257首哈。闭会时了，请牧师祝祷。感谢上帝，阮今仔召开秋季和会，也上帝你通过阮正人的选票，呼召出你家己的罗卜鲁比来侍奉教会，侍奉阮正人。愿你为着人生是属天的智慧、能力互因有一个热切的心来服侍上帝，来服务教会，来对每一个会友关心看顾牧养。感谢你，互阮一切都顺遂。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现实的相通同在，享受快乐，伫遮所选出来的忠心，以及阮正人的中间，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
前人智慧来老卡吼，简单讲，阿来说来底下讲话交流吼。